另外一只太空船走比阮搁较紧。自因看起来，阮即只船袂输是伫咧倒退路，离躺的迄点愈来愈近呢，颠倒是船头迄只猴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米芳华啦。顶一支影片，咱讲到国中的数学高原密字方程式，这支影片要带大家来讲物理，邀请到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吴宗信吴教授，也是咱台语文界的老先辈，20外当前都捌用白话字写册出册，来甲咱解说这个 GPS 卫星的原理到底是安怎，哪会知影咱人即马伫倒位咧？也有这个 GPS 卫星的信号到底是安怎会受到爱因斯坦所讲的相对论 relativity 的影响，来，咱同齐来甲听看卖。咱咧赛车路头若是无熟，就会创一台错路机啊。毋过呢，这机啊哪会知影咱人伫倒位？其实原理是利用 GPS 卫星来信号来做计算的。原理是安尼吼，譬如讲阮伫遮交通大学甲清华大学两边的大学拢是考证。正中昼12点下课的时阵，因着同齐会讲钟。毋过你徛伫即个所在，听到的两个钟传过来的声，其实是有时间差的。毋是同齐传到你遮，你就会知影讲即两口钟离你是无平远的，甚至差偌远，你嘛会当甲算出来。即时呢，若讲佫有第三口钟同齐甲拍响，你甚至会当利用三口钟传过来的时间差，计算出你即马人伫倒位。甲钟换做 GPS 卫星，钟声甲换做卫星送出来电磁波，这就是 GPS 的基本的原理。毋过呢，实际上咱佫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，就是爱因斯坦伊捌讲过，有咧刷位的即个物件伊的时间会行了佫较慢。卫星伊伫顶悬，互咱的地球牵咧射日拢，迄个速度呢，甚至比咱高伫吹甲真棒佫紧100倍，飞甲遮尔紧。伊的时间当然会行了慢足济，逐工甲算起来，伊慢差不多会当100万分之38秒。你看，干那差毋食米的物件，毋过呢，即个机仔呢，伊电脑足精准的，足精密咧算，所差起来就差足济啊。譬如讲，你人明明伫非洲结果算起来，你有可能人伫南极。若讲到 general relativity，就佫较趣味啊。爱因斯坦捌讲，当日场愈强的所在，时间就过了愈慢。亲像电影《Interstellar》，伊捌搬地球过7冬结果乌空边迄粒星球，伊才过1点钟尔。咱嘛会知影，离地球愈近，伊的动力场就愈强。安尼讲起来，意思讲咱的脚，伊其实比咱的头壳会有小可较少年一点。咱看一项物件咧震动的速度，若是紧甲强要挖光速，安尼即个相对论的物理走出来，就会含咱平常时生活的经验斗袂歹。譬如讲，咱即马来问两题，试看下各位观众朋友，你敢有了解相对论咧讲啥？头一题，我驶一只太空船离开地球驶足紧的，强要挖光速。这时，我的船头有一只猴，船尾有一只狗。我坐伫船的正中央，甲我的鞋躺落来。这两只拢足巧的，看我躺下就知影操，要越头就走啊。自我的世界线，英语所讲的 world line， 安尼看出去，这两只绝对是同一个时间同齐越头同齐走。毋过，请问，这是自地球用千里镜安尼看过去观察到的，狗先走，还是狗先走，还是讲因会同齐走呢？再来第二题，同款我驶这只太空船离开地球驶足紧的，我手抱一只猫仔。太空船头顶有一拍电火，这拍电火青色、红色、青色、红色，安尼足紧，一直死，一直死。自我的目睭看出去，一定是这只猫仔，这一秒伊是青色的，后一秒伊又搁规只变做红色的。毋过，伫地球的阿勇煞甲我讲，伊自伊的千里镜看出去，伊所观察到的，我手抱这只猫仔，这个瞬间，猫仔头是红色，猫仔尾是青色。请问阿勇讲这句话，伊敢有咧唬咱，还是伊讲正实的？船头一只狗，船尾一只狗，看你躺下嫌你臭，毋知是狗先走，也是狗先走。你还未关掉？真是想袂到。既然你遮有耐性，我就先来甲你解说头一题的答案。因为我甲鞋躺起来了后，爱有光线对我这支脚出发，入去到迄两只动物的目睭，安尼因才有看到我躺只脚，才知影爱越头来走。虽然我坐伫船的正中央。毋过，自阿勇看起来，光线对我的脚出发，
去到因目睭即两边的距离，煞是无平远，因为阮有咧震动。船尾的狗仔离我躺的迄点是愈来愈近，所以伊会大声看着我躺的。船头迄只狗愈来愈远，光线爱加走一寡仔距离才足伊会着，所以狗会较晚看着我躺的，会比狗仔较慢滑头，较慢走。以上拢是阿勇为地球正确观察到的事实。奇怪的代志是，若阮头前有另外一只太空船走比阮搁较紧。自因看起来，阮即只船袂输是伫咧倒退愈离躺的迄点愈来愈近的，颠倒是船头迄只狗。安尼因就会看到先滑头走的，就是船头狗，毋是阿勇观察到的船尾狗。你讲安尼，大家拢讲无共款，到底狗先走还是狗先走？谁讲的才对咧？答案是拢对。事实伫咱即个宇宙当中，代志发生的先后顺序，毋是绝对的，是相对的。看你的参考框 （reference frame） 是啥，会得到无共款的答案。相对论真奇妙，就是安尼。刷落去，你应该知影第二题的答案啦。猫仔头互电火照做红色，猫仔尾互共迄拍电火照做青色。即两件伫我的参考框当中，无可能同齐发生的代志。为地球阿勇的世界线看出来，是无可能，也是有可能的。